6月1日，知名歌手湯寶如罕見喺個人社交賬號晒出咗一張母子合影，並留言祝福大家6·1兒童節快樂，身體健康。曝光嘅近照入邊，湯寶如只係露出咗一小部分嘅面，但係仍然都能夠睇得到佢皮膚白淨緊緻。3月份嘅時候，湯寶如曾經公開露面，仲同周慧敏、黃興平合影。當時嘅佢身着黑色衫出鏡，留住標誌性嘅短髮，打扮簡單，但係好搶鏡。已經49歲嘅佢，無論係塊面定係身材，都係保養得宜，狀態好好，同2位凍齡女神同框，一啲都唔會輸。湯寶如嘅仔仔就露出咗完整嘅側面，令人可以清晰咁樣睇到佢嘅五官輪廓，型氣十足嘅佢，好似媽咪，相信大個之後一定能夠吸引到唔少異性嘅目光。湯寶如同個仔感情一直都好好，今次露面，仔仔對住媽咪奪嘴獻吻，畫面溫馨。可能有人會問，小朋友嘅生父呢？點解唔見蹤影？其實湯寶如同小朋友嘅生父仍然喺埋一齊，只係交往多年，仍然都冇正式登記結婚啫。身為寶麗金7小花之一嘅湯寶如，同劉小慧、黎瑞恩等人一樣，曾經都係紅極一時。佢同歌神張學友合唱嘅《相思風雨中》，到而家仍然都係熱門對唱歌曲。